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哇，今晡日老乡亲朋友小解吼，对你嘅生活地图，你从头会用到，会看到，用写两种东西做出来嘅，你讲生活用品然后手工艺术品然后吼，到底係用人嘅艺术品呢？先来看下短片，等下再好好的小解。你知道台湾曾经有过辉煌的传统席工艺与习器文化吗？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席从中国传入台湾，从生活器皿、工艺品，一直到庙宇中的香炉、烛台，席器文化鼎盛一时。但在日治时期，席艺瞬间没落，成为台湾即将消失的工艺。我们是由4个女生组成的 Wu Collective。3年前，我们向仅存的国宝级席艺职人陈万能先生学习，希望可以复兴席文化。这几年来，我们研发各种以纯席制成的现代生活器物。过程中，我们发现席有净化水质，使酒更香醇美味的神奇特质。于是从去年起，我们便专注研发纯席的品酒器具。经过600多次的发想与设计，在2016年，我们研发出了2款浪云纯酒器。在纯席产业早已没落的台湾，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愿意相挺的师傅。协力开发模具与制造纯酒器，漩涡流水般的造型，是为了完美增加席与酒的接触面积，但是制造难度极高。为了追求完美，我们仍需一件一件手工精修，才能成就每只纯酒球与纯酒针。我们希望可以为现代都会生活注入新的东方美学与诗意。每一款酒都值得一个觉醒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值得为生活的美敬一杯。A revolution in taste, a toast to you。你家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吼，你一只新嘅品牌，係咪個品牌咧？Wu Collective， 等下好好咧小解吼，先嚟分享係幾條嘅藝術總監吼，新雅，歡迎新雅。大家好，我是新雅，然后我是负责设计的部分，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欢迎新雅，好，这是可以说是这个品牌的设计师，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年轻设计师，好，你聽你咧小解係男嘅一個來賓吼，佢係負責行銷，係團隊嘅行銷吼，思雨，歡迎。大家好，我是思雨，我负责 Wu Collective 的行销。是，好，所以都是2个很年轻的，我们说。等一下给讲 C 模也好，就是讲 C 模也，你知道客语，可爱又漂亮的女生。节目一开始也是今天又问就是思雨哈，思雨嘿，你品懂给他嘎你对不对？对。然后在看影片的时候啊，还是猛记的，我说你地模在客语里面啊，又有一句我们常常这样讲，我们说信达茶壶小老然，就是新达的茶壶，其实它的成分有2种，就是席跟签，席。的客语嘿，珍惜的那个惜，然后谦其实就是缘分的那个缘，所以讲的是一种哇情感的水乳交融，有没有？那思雨就说有哦，以前阿公也是会用席做的壶装酒，对对，就是他是阿公小时候的时候，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的酒壶，就是在有邻居生小孩的时候，就里面在席桌的酒壶装基酒，然后送给邻居当做装基酒，对，基酒，哇哦！然后吃完之后酒壶就没收，酒壶就是再还回来说谢谢的时候，我们喝完了这样子。哎呀，好有意思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严从有很多东都都带了他们的作品，其实这都是席做的，对不对？全部吗？对，全部。然后因为像刚刚思雨就有讲到，所以对你们来说，其实席的生活好像在我们以前到现在早就已经有很多的运用了，对不对？好，来在刚刚的短片也看到，对，所以你们就怎么会就决定要用席来做这么多的东西？因为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都是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是参加了政府补助的一个计划哦，对，然后它是结合可能设计的学生跟台湾传统工艺师这样子，是，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找到了鹿港的陈万能先生，对，所以就跟他学了
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对。然后最后我们那个计划就是我们用设计的角度去做出一些新的产品出来，这样子。对。可那时候的动机就是这样，可是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多的发展，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场都是你们带来的作品，我们先从这边来看起好了。所以我可以第一个判断的就是那是放筷子的筷架，因为它很简单，因为有一双筷子在那。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其实就是做点心盘跟置物盘。是。那这个盘子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是，它上面的纹路等于是我们自己跟老师傅学了之后再重新开发的技法。那它就是用一种天然的像木头或者是布料的纹路去手工打造出来的。那所以每个盘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完全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其实我们除了看起来觉得它很精致、很赏心悦目，它的美学存在之外，它在使用上，如果像当点心盘什么，它在使用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还是就是开心？应该说，如果以锡这个金属本身的特质来说，因为锡它是一个最安全接触食物的金属。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像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以前的酒壶它其实是锡跟铅，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质料其实是属于纯锡，就是它其实已经不含铅了，100%。99.99%。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技术已经知道说，铅可能它对人体有一些危害，对，所以变成说我们现在技术可以几乎说不含这个物质的话，那它现在这个锡的功能大部分都是用在食品的包装，比如说罐头、镀膜那一层，是，对，因为它就是也不会氧化，也不会有毒这样子，对。但是因为现在应该说大部分人会使用我们的产品都是就是应该说同意我们是一种生活的品味啦。我觉得就像那个同学哈，应该不能像现在已经不是同学。新雅讲的就是可能好款呐，可能有酱有喉咙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刚刚说它直接跟食物接触，你会很安心，对不对？因为锡本身是不是有很多的毛细孔？对，是不是？然后，因为什么为安永门呢？最创来改眼镜，因为他们今天带来这一组作品是你们最新的作品，对，要不要介绍一下？好。其实因为刚刚讲到锡，就是表面很多毛细孔，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用途，就是它会净化水质。那其实可以从那个历史文献上面就找到说，以前中国古代它是会把锡板放在井水里面，让井水净化水质。那实际上我们在展览的过程中也曾经遇到一位年纪非常非常大的老奶奶，就是她看到我们东西就说：“哇，这是锡吗？现在好少看到。”就说她就说出了。当年他小时候的确就是锡板放在水里净化水质。你说年纪很大是多大？可能也70岁、80岁左右。但他儿子就是应该也是都是我们爸爸的年纪。对，就是觉得说哇，就是从一个活历史看到这些事情，就是真的曾经在过去发生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它可以净化水质这件事真的很特别。那拿来喝水、喝茶都会变比较清甜，然后回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是不是它也可以来做酒器呢？那而且这个酒器是不是它可以用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而不是说只是一个锡杯？因为我们现在都习惯用玻璃杯喝酒嘛，那用锡杯喝其实很违反我们现在品尝的习惯。对，因为比如说喝一杯风酒有没有？来讲，你讲 whisky 安用改酒，然后拿一个锡杯都看不见里面是什么，对，然后好像跟我们过去的饮用习惯不同，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边再重新去拆解跟发想，说有什么样的造型跟使用方式是可以让这个锡净化水质，然后又很符合我们现代人生活，就开始有了这个浪运纯酒器这个系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嘛，对不对？对，这真的很有意思哎。用前面你俩走在看的是这个是一个黑讲你有令风酒感因台咖什么地，它是一个醒酒器，对，比如你令风酒感时间台咖说要让大家呼吸一下空气嘛，对不对？你把它打开倒进去，我们就摆在边边，然后我们等了一段时间去喝之后，它的风味会不一样。可是现在你们是设计了一个像螺旋形状的一种醒酒，也可以算是醒酒过滤，然后所以你的红酒这样进去，它就这样子下去，它就有差别了。对，就是因为像我们有不同的造型嘛，像那个球的造型就是以红酒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说红酒传统的确是需要醒酒，就是跟空气的接触，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材质比较特别是锡。
所以这个造型它除了增加空气接触，它还是增加那个酒倒去一瞬间跟席的接触面积。对，所以就会有那个效果。是，然后那像这个呢，这一支的。那一支就是专门给就是一般人在家喝烈酒、威士忌、高粱都可以用。哦，高粱也可以。对。所以其实你只要放进去，你是倒好才放，还是你是放倒，还是你都可以啊？你看我这个门外汉搞得我很紧张，有没有问得很仔细这样？所以其实这样放进去的话，这个酒就会不一样了。对，就会不一样。所以呢，用亲朋友你俩现冲呢，其实有两杯酒哈，你讲做的是烈酒，其实是我们准备的，对哈。那现在呢，就是这一杯是没有加。没有放过稀，对，然后这一杯是有，对不对？对，所以乡亲朋友，大家是讲上的底啊，都大家恁记了又嘛个广告又蛮莫给我讲，大家先聊啊，恁马上，你啊等一下是昨天老乡亲朋友来讲。今天东方已昨天绕墙东。两改富松还有上改这样什么哈，他们是自己很年轻就创业哈，那一个因缘际会，没有想到后来有这样的发展哈。可我实在太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对于有喝酒的人是多大的福音啊！哦，恭喜哈，所以两下我就可以现场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有些紧张，为什么呢？因为给令狗还有没有两不一定没有差别，所以给两改讲，给都没动紧重，他真的喝起来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哈。我觉得，所以你建议我先喝什么？先喝有醒过的那一杯。好，先喝有醒过。用心朋友，两下你都起款了哈。哎呀。这不是多大的一个享受？我觉得下次来上节目，我觉得应该要准备 whisky， 也要准备红酒，也要再准备高粱。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全部都可以试试看。而且呢，除了准备酒字呢，应该还要再准备搭酒的巧克力嘛，对不对？哈，所以高粱红酒 whisky 有给mocha 的改甜点可以搭配哈。所以我就是直接喝，我这个就可以拿起来。好，我可以拿起来这样，对不对？哎，真的，我觉得我好像在做科学实验哦，哈，扣后改性难性。实验真的是这样，好，因为很珍贵，我怕把一滴滴在底下。好，那我要来喝喝看。哦，我只能说你们带了一杯很好的烈酒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顺口，可按又猫准，因为我们要先喝没有醒过的，对不对？好来。请问一下，这样子我等一下可以主持吗？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头晕。好，这真的是同一杯嘛，对不对？对。香气是一样的啦，香气是一样的。有差，真的有差。用心朋友，我不是一个很会品酒的人，可是真的有差。我讲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杯喝起来比较刺，就它一样都很，其实这是一个好酒，所以它都很顺口，都很顺口。可是这一杯喝起来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刺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如果我们用白话文讲，糟糕，你看应该找一个品酒师来比较多的形容词，我觉得它会让我觉得比较烈，就是我们普通话讲起来白话，我觉得它比较烈，但是这个让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烈，然后它这个比较刺，真的有差哦，这很有意思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以前的使用到现在，这些原理是真的可以应用在这里，所以很多人喝也都告诉你们有差吗？% 几的人告诉你们有差别？就是我们也办蛮多现场活动的，然后大概95%的人都会觉得有差，但还是有少数人他会觉得说，有点喝不太出来这样。对，因为可能就像我嘛，因为不太会喝，所以觉得没有感觉。所以红酒也是大家的反应也是有差，红酒也是有差。对，我想问一下，像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自己本身懂酒吗？我自己平常会喝啦，但是没有那么懂，我也是蛮爱喝的。对，所以你们是不是要去找专业的人士去跟他做讨论，甚至有这个过程，对不对？有，好，会不会有点紧张或什么的？也是会有点。有吗？你们是不是有去请教很多的，比如说酒商啊，或是品酒师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身边朋友就蛮多，有些人是有蛮懂酒的，那就是大家。其实很像就是当做聚会啦，然后我们就会
中秋节烤肉啊，然后就说中秋节烤肉，对，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最近新研发的产品就是大家都就是很保密，然后就是跟他说你喝喝看2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听听每个人的说法这样子。对啊，然后其实不同喝酒经历的人，其实他可能表达出来的词汇不一样，但是就是蛮有趣的。对，我觉得我有点后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里我应该先去读一下品酒之后的形容词，可能不会像刚才讲的那么粗糙。就的确顺口，都顺口，可是的确有加的比较没有这么刺激，比较没有这么刺这么烈的感觉。应该说，因为像威士忌或一些酒精浓度比较高的酒，它有时候，例如说麦子酿的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它很烈，所以你会一开始喝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会把后面那些香味盖住。对，所以它这样把前面那个辣味去除的时候，你会喝到对，没有这么辣层次。对，你刚刚应该先说出来，没有这么辣。所以用轻配有口呢，地拱其实俩都有在3瓶，你们都有拿到国外去展览，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也去过巴黎展览？对，所以大家看到怎么样？喜欢吗？应该觉得蛮神奇的吧，因为我觉得欧洲人是蛮常喝酒的。对，我会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喝酒，他们每一餐吃饭都一定要搭配酒，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说可以啉酒，他们会觉得就像是一个佐餐的一个酒，所以你们到那边他们应该很惊艳吧，应该很喜欢。他会觉得因为可能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产品吧，是就觉得真的假的，就是他想说，那令酒是令酒，现在是在做科学实验嘛，对不对？感觉不一样，而我觉得也很有趣，因为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品酒，其实也多了一点趣味性。我的意思说，除了让它更顺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很趣味的东西。所以听说你们为了走安永凯时期，还特别去找人做了不同的巧克力要做配搭，是吗？就是我们之前有去那个 FlyNV 募资平台去募资这个产品，这样，那也是他们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然后就是做创意料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就像刚刚想说，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交流跟体验这样子。那尤其是我们喝酒的时候，常常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对，那其实一起去讨论，然后一起去品尝，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好想参加你们的交流哦。是，所以你们就真的找了好朋友去做甜点。对，他们都是专业的厨师，然后那时候就做了3颗巧克力，然后一颗是搭配威士忌，一颗搭配清酒，一个搭配红酒这样子。所以清酒可以用吗？可以，清酒也可以用。对，哇，说到这样子，其实感觉上好像冻饭鱼冻于新球嘅感觉因为佢嘅后上你几个安用嘅虫呀，都咧还有按后嘅心经可是如果我问说，你觉得创业到现在第几年了？第3年。你觉得创业跟你想的一样吗？不太一样，从刚开始到现在，所以你怎么样？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可能刚开始比较单纯吧，就觉得好的产品，然后如果大家又接受，我们就可以卖啊，然后就可以那个公司就可以营运啊，很简单呐。对，你喜欢嘛，画出来啊，做出来嘛，做出来我们就卖你啊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对，真的是很单纯的，对。所以那你觉得创业是什么？创业是什么？创业是一场马拉松吧，我觉得到后来，因为后来会发现说，其实越来越多你其实不懂的东西，然后但是你必须要懂，对，然后可能跟你原来学的或是你知道的做事的方法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真的耶，你想可能还讲想要卖阳春面，我连开个面店，这中间有成本概念对不对？有没有行销概念？有吗？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像这个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有感触，是不是？对，所以其实对，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创业不是尤其做设计的，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的创造力啊，我喜欢，对不对？我要发挥我的想象力，然后可是你们遇到很多困难吧？有没有？你们有成本概念吗？一开始没有。完全没有，一开始完全没有的，对，然后再去翻书嘛，然后请教别人，对，就是去上课，有那种创业加速器，然后上课，然后翻书，然后问前辈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打听，所以这是一边创业一边做生意，一边去学成本概念，对，是这种感觉，对。好，那请问一下，你看嘛，你是行销团队的行销，有没有通路开发的问题？有，就是刚开始没人认识，也没人买。对不对？好，有通路的问题。对，而且
一开始进去通路的时候，连通路就是应该要他们要抽成，就是他们收费怎么收费，我们都搞不清楚。对啊，就是一家一家慢慢问。那其实也遇到很多蛮好的采购这样子，他们就很耐心的跟我们解说合约上面的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对，而且你们也有成本啊，那个人事开销嘛，对不对？有没有工作室的开销？对，听说一开始改共走是在学校里面吗？还是对，研究室。然后老师说，你们这样不行哦，是不是？因为你们做这些会有一些声响嘛，对不对？然后老师就说，你们这样好动全部又上哦，会影响别人，所以就找了别的地方当工作室。对，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对，因为你们团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对不对？一个女生，后来是阿公，我听说是阿公捐出了一个他的地方。是这样吗？对，就是承租给我们。对，就是他们的有点像是老房子啦，就是他们以前小时候的房子，然后现在还在，没有在使用的，可是是以前阿公留下的老房子。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整层就让我们承租。对，很便宜承租吗？对，比较便宜的价格这样子。阿公知道你们在干嘛吗？应该大概知道吧。所以阿公就会想说，孙女自己出来创业，想说又需要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说拿去用这样子。对啦，但是还是要付租金啊，总不能对，当然是，对，所以那种感觉不一样哈。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自己当然也是很多的经历呀，对不对？自己可能，但是也遇到一些好朋友或是贵人的相助，这是一定有的，有哈，蛮多的，对，蛮多的哈。对，我觉得阿公就是一个啦，对，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人多工。对，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开始就是。你除了做设计，你还要做什么吗？很多，因为我现在其实负责设计，我比较主要是生产制造那一部分为管嘛，对，然后设计，然后现在还有兼业务，对。好，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要兼业务啦，很少听设计师还要兼业务，有没有？对，然后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也要顺便变成 marketing 一起，就是行销这一方面哈。其实乡亲朋友哈对后生人来讲，佢都会从呀，除了有容易哈，有能力之外，其實還有利用佢來克服幾多嘅困難哦。還有乜嘅故事就嚟到大家嘅分享，你聊下，等下就嚟。基本要講到了解社會吼，佢都係一家從業、一家方面設計研究做出來，當到撈下有關嘅產品。你可以從大家都在看到最近他們推你們應該說最新的一個產品，就是你大家看到的像醒酒器這樣，真的很神奇哈。高粱酒啊做得，鳳酒啊做得哈，呢個好烈嘅酒啊做得，日本嘅清酒。然後走單哈，很有意思。其實你們這些東西全部每一個都是自己親自手做的。其實不是，現在不是，就是我們有一部分是找台灣的，就是廠商來配合，但是也是很厲害的，對，手工師傅，對。為什麼要安永門呢？因為今天我們的設計師新雅自己帶了大剪刀，我剛看了嚇一跳。這真的，這就是你們的工具之一。對，這是我們工具，還有點生鏽，而且看起來很大隻。然後這是你們的算是半成品嗎？原料。這個盤子。所以這個東西如果做好的話，會是一個小盤子的樣子。沒錯。看起來沒有很難嘛，哈。好啦，開點小玩笑。所以你今天會示範剪一下，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就會對它的軟硬度很好奇。對，其實洗很軟啊，所以這個它其實就你不要逞強哦。沒有，平常就是這樣，對。這樣子。就這樣子。可是這一刀下去是不是很重要？對，就是位置要。對啊，對，因為如果那個剪得不好怎麼辦？就是熔掉，對，報銷就報銷。對。所以那你可以借我看一下嗎？好，所以這一塊席，所以上面這個紋路也是你們自己。對，就是那時候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那個怎麼樣的模具可以讓它有細緻的紋路。
对，因为我看它这上面有非常细致的纹路在上面，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可能再去把它凹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小碟子。对，就是因为我们有做的那个木模的一个比较像制具的东西，然后我们都是拿锤子去一锤一锤，然后最后就敲出这个不同的形状。对，因为事实上现场我有看到像长条的那个盘子，小盘子那个纹路，我个人就非常喜欢。对我就很喜欢，因为像这个纹路很细腻，像那个纹路我就会觉得哦，那个不规则的形状让我觉得很好看，然后那个质地跟质感不一样，可是看个人喜好啦。对吼，这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刚刚这样一剪还蛮，那你现在这算成功吧？啊，对，很担心，结果在现场剪了2刀之后，这个变成一个报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你们都曾经跟陈万能师傅拜师，对不对？哎，你们去找他的时候，他的师傅的想法是什么啊？他会想说你们这些小萝卜头来找我干什么？会这样吗？对，他会觉得说可能又是学生想要做一个什么毕业作品，然后做了就不见了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就其实拒绝我们很多次。哦，真的？对。好，那如何打动他的？死缠烂打。对啊，就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跟老师表示说，我们其实真的很想要学这个东西，我们也是真的想要做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是，对，所以最后老师也是有被我们打动，这样有被打动。所以你们跟老师学多久？大概1年左右，但是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他会开课，然后我们就下去学。所以1年里面几乎每个礼拜都去上课。有一部分是下去上课，然后一部分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有点像是用科学实验方式去看能不能试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技法这样。那后来你们做出了这些作品，你们有跟陈老师就是让他知道，或是跟他有一些互动吗？有，就是我们每次展览我们都会跟老师说，然后老师跟老师的儿子，因为他现在儿子也是有在传承他的志扬老师，就是传承他们家的事业，然后老师有时候都会来看我们展览这样子。呵呵，他喜欢吗？他觉得不错吧，就是跟他们走不同的路啦。有超出他的想象吗？其实我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就问一下老师。老师，你启动永英有没有比你想的好一点？有没有什么建议？还有更需要再进步跟突破的地方？我觉得跟一个老师傅一定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加上年轻人，后生应该冲击啊，后生应该雄发赌地赌。我觉得火花当然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在传统的这种手工艺或是传统的那种技法里面，我觉得真的有东西是值得保存跟被珍惜的。对啦，有吗？哈，设计师有啊，是有对。对，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就是万能老师的儿子志扬老师，他原来其实也是学就是去国外去学精工，但后来还是回来就传承家里面的那个，对，因为他也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断掉这样。对，有没有什么客人给你们的回馈是让你们觉得因为很感动的？因为创业很辛苦嘛，对，有没有打击？先讲有没有很多打击？有啦，又有成本概念，又有夯笑痛如感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之间的磨合嘛，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很容易鼓励你们？觉得就是在现场，然后客人拿着我们的东西就不放下来的那种时候吧。很喜欢吗？对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东西最早是这些盘子嘛，那它的纹路很细致，所以在展览会场的时候，你不靠近看，你可能是没有办法体会到它的这些做工跟细致感的。但是会愿意靠近看，然后拿起来的人，然后他会一直在手上把玩，然后去看它的细节，我们就知道他很喜欢。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在欣赏它，我们就是里面的所有的细节的部分，他都有看到这样子，这样就满足了哈。对不对？好容易满足。后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至少人家是先给予肯定嘛，对不对？人家喜欢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你觉得从开始从呀到俩行哈，其实听从又读到非常多改困难。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这么年轻，你觉得创业到第3年，你觉得你们自己内心最需要跨出的障碍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自己心中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不太知道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困境在那里，是你要去突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就是做设计的工作，可是你还要我去拉业务，对不对？这需要跨越的，对。虽然说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品牌，心境上会不一样，所以你们在这中间应该有一些调试哈。
那我觉得最根本就是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吧。对，因为例如说，可能设计如果很专精做设计做久了，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设计啊，我不用特别去学什么新的东西，或是或者说觉得说，所有东西都要，如果这个品牌是设计为主，那所有的人都要听设计的。但其实，在真实运作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感受很深吼，因为负责行销，对不对？对，跟伙伴间的沟通。对啊，因为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运作模式蛮好的，是说，可能产品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会站在行销的角度，那现在站在设计的角度，我们就会有沟通。就是我们的合作是很密切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说这些东西是大家会想要拥有，然后想要用的。对，就它不是一个摆在橱柜的艺术品而已。所以在这种时候，这样的产品行销就很重要，因为你需要去了解大家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是走下给感应，它一个还专门夯下出去感应，其实这中间是有一点点落差的。真的会，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你这个产品这样，你要我怎么卖呢？是不是？你会说，我这个就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这中间的沟通会非常的密切。对，应该可能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吗？好像。会有意见不同，不会不合。对，这个团队真的套不出什么话没有什么破绽，没有什么破绽。有没有意见不合？没有不合，是不同。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吵架什么这种事情。应该说，因为我知道好像很多公司都会是什么设计就是很跟什么都吵架，什么业务，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还是保持一个信念，说大家都希望说这个品牌可以成长，是因为它的路很长，对，所以都是希望对公司对品牌好的方向。太棒了！好，节目界最美嘞，好，大家老乡亲朋友还讲你对安永界产品有兴趣，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资讯？就是其实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 WOO 这个品牌，那都有可以连到我们的官网，那也有官网也可以。直接购物这样子，那是我们所有的活动，然后包含我们定期会有展览，然后体验会，都是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告诉大家。好，所以乡亲朋友讲，大家有兴趣哈，就得手机都改免数物 WOO 哈，这样就可以了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梁莎来到节目地读到大家的小改，谢谢大家，也祝你们一定成功，好吗？好，谢谢，感谢。好，乡亲朋友，3年下来，天天认同线上的走认同了。